今日嚟到炮台山站，帶大家睇最新入伙嘅 Kings Road 101。由炮台山站口一出，過對面馬路，行1分鐘就到101㗎喇。Kings Road 101呢一棟大廈，外形好有氣派，唔使1分鐘就行到過嚟呢邊101。下邊係一個小公園，你好，我現在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單位，係位於炮台山站最新入伙嘅 Kings Road 101。呢一個單位係中層嘅 A 室，實用面積549尺，戶型係3房。呢一個單位客飯廳呈長方形，木紋地板配白色牆身，空間非常闊落。一入門口玄關位置已經安裝咗一個高身嘅鞋櫃。我哋而家出嚟露台參觀下個單位景觀。露台非常寬闊，景觀非常開揚。下邊就係英皇道，而亦都望到前面嘅炮台山地鐵站入口。我哋沿住走廊入嚟參觀下3個房間同埋洗手間。沿住走廊入嚟，洗手間有明窗，第一個睡房。第二個睡房，而呢個睡房係有角窗。最後一個睡房。